今日开始普发现金1万块，拢总是有5种方式会当领。即马已经开放登记，司法部表示讲，头一天呢，目前也是顺时。对8点到10点2点钟内，已经有27万多人去登记。提醒民众为着要避免这登记的流程塞车，头5日是照这身份证，也是讲居留证的尾数咧行，请大家都要注意规定。真侪民众关注的普发现金1万块，11月初5开始，民众会使伫官方网站先登记。为着要让民众在网络登记的过程拢通顺时袂塞车，所以头5天有照身份证也是居留证的统一编号尾数去分流。初5头1天通登记的尾数是0+1，初6是2+3。照安尼推算落去，然后到初10开始都无限制尾数咯。上紧是11月11和12都会入效。有民众讲，也未想讲要安怎样，嘛已经有人拍算要做旅游基金。还没想好，弄会使啊，买物件啊，去旅游嘛会使啊。先存起来啊，明年打算出国啊。伫咧普发现金1万块的官方网站，也有说明5种领的方式。除了网络登记入口做，若是有领政府津贴也是年金的人，11月12会直接入口做。另外11月17嘛开放 ATM 领钱，也是11月24通查证件去邮局领现金。也若是矫正机关受用者，也阁有偏向的民众是会做车发放。司法部表示，自早起8点开始拢有顺时，然后统计到10点已经有27万9千人登记了。网站上面的人数啊，差不多是13000人，上悬的时阵是8点。这人啊，一改造起来啊，会互迄个民众啊，伫网站上面啊，先等一下。啊，然后呢，人啊，有头前有人登记了啊，伊就家己系统就会甲伊迄个在等的人啊，诱入去登记室内底去登记安尼。也毋过，普发现金1万块上惊拄着诈骗，财政部有甲司法部来成立防诈骗专案小组，已经有抓到4个诈骗网站，因假影做普发1万块的官方网站。目前政府已经甲网站封锁起来，避免民众去互骗去。财政部提醒民众，若是收到假消息，也是有奇怪电话，嘛通卡165反诈骗专线来通报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